你好，本視頻將引導你完成如何創建同埋報告服務活動。喺 Portal 嘅主頁上面，從頂部菜單中選擇服務選項，然後選擇我嘅活動。系統將顯示過去3個月內你所在屬會嘅服務活動列表。如果想查看唔同嘅列表視圖呢，點擊下拉箭頭，從可用選項中選擇創建新嘅服務活動，點擊服務活動按鈕。根據你嘅權限，你將睇到可用嘅選項，選擇活動嘅發起方。當前登錄嘅用戶呢，既係獅子會秘書，又係青少獅子度，因此佢可以為兩者創建同埋報告服務。選擇發起方之後，輸入活動標題。然之後咧就選擇呢個活動類型，捐贈、籌款、會議或者服務項目。選擇呢兩個字段之後，點擊下一步。系統將生成表格，並允許你開始填寫活動嘅詳情。點擊右上角嘅編輯按鈕，繼續輸入活動詳情。咁注意呢，咁你個表格中亦都有嗰個鉛筆圖標，點擊佢哋呢，同樣可以打開表格並填寫。仲有一個刪除嘅按鈕，你可以刪除已創建嘅活動，前提係活動喺當前財政年度內呢，且處於財政年度結束之後嘅寬限期內。喺填寫更加多詳情之前呢，請注意狀態顯示為草稿。點擊編輯之後，表格窗口中打開，你可以開始填寫信息。先選擇原因同埋項目類型，然後輸入活動描述，填寫開始同埋結束日期。我哋將創建一個過去已經完成嘅活動，結束日期係過去嘅，呢個意味住活動詳情可以立即報告俾國際獅子會 LCI。必須填寫嘅字段包括服務人數、志願者總數，包括非會員師友或者家庭成員，總志願者小時數。表格中其他字段均為可選。如果你選擇咗其他嘅活動類型，如籌款、捐贈或者會議，呢啲字段會相應嘅變化，並根據選擇成為必填項。對於已經過去嘅活動呢，填寫地點或者時間係可選嘅，呢啲通常用於未來活動，以便成員喺 Lion Portal 上查看活動時間同埋地點。你仲可以標記好個該活動係咪為標誌性活動，或係咪由 LCIF 資助。翻到就係表格頂部，你會發現只需要最少嘅信息即可報告活動。
點擊保存之後，系統會檢查所有必填字段是否已經填寫，注意狀態已變更為準備報告。如果退出是個活動並且返回服務活動列表，你會睇到佢同其他活動一齊列出。呢度係我哋啱啱輸入嘅活動。注意報告完成，框被勾選，呢個表示呢，任何有權限嘅官員呢，可以進入並勾選該框。你可以從下拉菜單中添加，或者直接點擊活動 ID 進入活動，點擊編輯，勾選報告完成，框並保存。而家活動嘅詳情呢，已經係報告俾 LCI。視頻結束之前有幾點注意事項啦。複製功能喺拉人門戶上線初期暫不可用，但未來呢會推出解決方案。查看同埋上傳嘅活動圖片嘅功能初期亦都唔可用，但係現有圖片唔會丟失，後續將重新導入並且係支持新上傳。最後，邀請他人參加未來活動嘅功能初期暫不可用。我哋正係確保滿足所有成員嘅隱私需求。視頻到呢度結束，多謝觀看。